前身係新富丁食料啲品波市場，高德地圖有唔同嘅演出，睇緊 YouTube 重要嘅社區空間係啦，去到90年代跟住試下幫我拍個開始荒廢R 波馬蹄形嘅建築係典型嘅日治時期風格。嗱 YouTube 背後仲播緊嘅，OK 呢度阿羅波係啦，冇錯 R 波，跟住再拍翻 D 波。 ，D 波，10点喝酒养生，準備要去喝酒，我已經看到很多超多的養生，對而且我們昨天你昨天也是去 party，我懷疑係咪我昨天也來酒吧，对，就是一个素啱啊的，冇錯，没錯，19解酒，以酒出翻嚟好。兩個酒鬼嚟到呢度特別。如果我哋再試一次， OK 呢間鋪咧只係賣酒，想食嘢就要去隔離。好啦，但係而家我哋冇 YouTube，我講 D 波先啦，P 波係啦先，P 係啦 P OK P 仔 P 咗啦，係啦，唔好理住，好完出嚟，跟住好啦，跟住我哋又再試，打俾有10 力先，有俾你我哋再試拍 D 波，我而家模擬緊架車行車係 D 啦波，D 波，你，OK，咁向前行冇問題啦，OK，係啦，跟住拍 R 波阿羅波係啦，OK，跟住之後再拍翻 D 波 D 波， ，P D P 先咯 P，等拍車模係啦，變翻正常，係啦係啦係啦。